呢個我哋嘅 hanging leg raise，knee raise 係曲直嘅。咁要做嘅方式咧，要記得幾個步驟啊。第一個步驟就係當我哋拉指，要將所有嘅身嘅力向下再放鬆佢，盡量個手唔可以出力去揸。如果你拉，佢要將你膊頭嘅力扯住，所以聚晒落地之後用臀部嘅力攞 F 向前兜高，上嗰時呼氣出力，落嗰時吸氣，如此類推做。上呼氣落吸氣 ，OK， 我試下。將個力聚晒落嚟，放鬆 ，hold 住，將個臀部向上推。落嗰時盡量攞個 F 同 lower back 嚟 hold 佢 ，OK，start。盡量慢，磨啲身體兩邊。嗰時我哋 hold 佢，利用你個 lower back，所以盡量試下睇。